台语一年长，愈讲愈连长，搞quên边。来，我小杰。虽然吼，你即摆现代人吼，感觉讲到结婚，讲到要牵人交往，有当时啊，拢感觉吼，像我啦，我家己是感觉我一个人先饲会饱我家己，啊，我较开会当有。量上的钱，会当去牵另外一人交往啊，去开啊，不是去开，就是讲去开钱，牵另外一个人出去食饭啊，食好料的啊。你想着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你就感觉还是莫结婚好啊。结果是安尼是无？啊，你感觉呢？我是还未到受到结婚这个阶段，不过我本人嘛毋捌谈过恋爱，不过我家己是感觉讲，还未当到缘分的时阵，你就是靠家己好好啊，提升家己，安尼你以后缘分才会同款是优秀的人安尼。我若是即马，我是感觉想无用嘛是谈恋爱一个足大的障碍。啊，虽然咱拢安尼讲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咱嘛是爱有一个人哦来消透咱的迄落迄寂寞的心情。你要求一段好姻缘，也着人，也着神。除了家己去找，你有当时啊嘛是爱借神的力量来达成你的愿望。若讲到这姻缘啊，保庇咱姻缘的神，咱就会受到烦恼。台北上有名就两间嘛，一个是龙山区，一个是海海。我两间拢拜过，可是牡丹。啊，是龙山寺，你敢有求红线？有，伫咧龙山寺吼，你就爱甲迄个愿络，就是爱跋杯，啊，得着3个圣杯了后，你才会使去甲人。你千辛万苦摕着3个圣杯啊？对，我。求着红线，排足长个队去天公路遐练3年安尼，我回去挂一礼拜了，红线线开，我的线开吼，毋是回去，毋是碰见，伊是咱线是毋是爱3个安尼连做伙，我的线开就是迄3个安尼起去啊，变一条一条安尼，挂一礼拜了后才线开，我毋知迄啥物意思，我安怎查就敢若回去啦，啊无就碰见，就是无线开的啦。我甲你讲，我佫无等着，你佫留伫我骹崩啊，我去告白了后就失败啊。我应该等着，啊，无就是应该去庙方，迄啥物意思？我在考虑我要去告白，所以我就去拜下海。顶礼拜去拜，你若真正你的红线你求回去了后，你发现伊碰见，还是讲回去，就是好代志，就是好代志。因为你的缘分代表你的缘分可能已经够啊。其实咱拜月老嘛是有一寡禁忌，譬如讲上重要就是你一定爱本人去参拜，你袂使吼请什么朋友啦、厝内人啊，对，袂使委托。过来就是吼，你伫咧拜的时阵啊，你一定爱。甲你的面显出来，啊，穿甲较闭在安尼，比如讲你都毋通挂啥物帽啊，挂目镜啊，甲你的面拢安尼扎起来，安尼月老都毋知伊要保庇啥物人。啊，佫有一件代志吼，有个人可能会感觉做迷信的。你去拜月老，上好是毋通扎雨伞，因为吼伞伊看伞是感应。我可能就是迄天你头伤大，所以你的伞真正是伞。佫有另外一个讲吼，比如内底拢有一寡结缘地，你咧啉的时阵，你毋通分，因为吼伊可能会甲你的姻缘吼甲分咯散去。啊，讲吼，咱迄寡庙方有时阵会放一寡喜糖，这时阵吼，咱会使家己摕一寡来食无要紧，啊，毋过毋通伫遐经来经去。啊，你若是甲你的朋友，像我拢甲我的朋友做伙去拜，恁着。个人拜个人的，你莫中途吼，就停落来等对方等伊拜好再继续拜，毋通。你就是个人拜个人的，最后要去点火，要去甲香插起的时阵，你才结做伙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其实吼讲拜月老，我虽然毋捌去拜过，也毋过吼，我家己最想要去拜。啊是，你甲我讲你等去一个的时阵，你都去拜啥？我就是因为阮遐庙内底吼，正神是迄个啥，迄个。但我想袂起来，阮迄个正神吼是保生大帝，边仔是祝生娘娘，另外一个是福德正神。我拢拜正神啦，迄个啥？保生大帝。阮今仔安尼讲吼，毋是讲吼，逐个一定爱有另外一半，你看咱过你的人生，照你的想法讲吼，你想要过啥物人生？你是毋是需要另外一半来甲你相陪？你拜过月老的时阵吼，你有啥物美感？你嘛拢留话甲阮讲，安尼后回这个时间继续看第一连档，拜拜。